议员黄立照对民众检举停车卡违停所引发的民怨，检讨台南市停车位不足的现况。伊表示，伫个市区买一个停车位，动不动就要开100-200万。虽然市府伫个市区有增设较多的立体停车场，毋过因为拢伫个市区，因此建议市府会用个增设邻里型的停车空间。对此，市长嘛回应，过去忽略的会来做。台南市一直在热区的部分都有在重视这个区块。那在我们阿南区比较有发展潜力的地方，包括每一条路、每一条街停车位的一个不足，造成了这些有些检举达人有些认为它的一个违法性。开了罚单以后，民众产生了一个抱怨，那这条小圣礼上的辛苦定还是一样啊，算在你黄伟哲市长的身上。所以为什么我今天会在这边提到增设李林型的一个停车空间，改善我们的一个停车位的一个不足？过去我们都比较着重在比较中大型面积，来开。立体停车场，不过现在有9座，您刚刚也提到了嘛，这9座都是在我任内做了。我台南市的第一个立体停车场我们做的。所以啊，我也希望你但是除了我们过去都是把眼光着重在比较这种大型的，现在反而忽略了李林型的。对。这李林型的我愿意去做。会中交通局长嘛回应，虽然增设路边的停车是最后的不得已手段。至于增设邻里型的停车场，交通局会来加紧盘点，找出适合的设置地点。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。